我需要安静的时候，给我独处的房间。你没有在我需要同伴的时候，给我一张乐意倾听的脸。你没有等我准备好的时候，才交给我该学的功课。你没有让我太早知道下一分钟会面对什么样的烦恼。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要来进入罗马书第2天的共读。今天早上我们要请嘉玲执事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感谢你的爱和恩典，聚集我们在你面前，一起领受从你而来的话语。求主将至渴慕的心赏赐给我们，帮助我们做好时间的管家，将这段共读圣经的时间分别为圣。也求主将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好使我们真知道你。谢谢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好，谢谢。那在我们罗马书的整个结构可以看到，就是神要在罪恶上面、称义上面、成圣上面、拣选上面，还有世界上面的公义。所以罗马书是透过保罗他所传达的信息，让人知道神在掌权，不论在各样的事上，神都掌管一切。那在第一段的引言，我们在第一章当中的第一段的引言呢，我们昨天提到保罗先介绍表明自己的身份，也讲到他奉召所传的福音是什么，然后呢再来对自己的职分做出了说明，就是他领受了使徒的职分，能够使这些受蒙召的人能够来信而顺服。同时在昨天的第7节讲到他来祝福这些在罗马收信的人是为神所爱，是蒙召做圣徒的。所以我们昨天提到认识基督，包括要认识自己的身份与命定，认识基督要相信基督耶稣是人也是神，认识耶稣基督才能够去认识每一个人都是天父的宝贝。那今天我们要看入的是引言的第2部分，就是保罗跟罗马人这当中弟兄的关系。那保罗他为罗马的弟兄姐妹，那在和本都是用弟兄，当然包括姐妹向神向感恩，因为这些在罗马的收信人，他们的信心已经传遍天下。那再来，保罗也时常为这些收信人来祷告。保罗也祈祷有一天能够拜访罗马，可见他在哥林多写罗马书的时候，他人还没有去到罗马。那可能在去到罗马之前，最远只有去到了南斯拉夫。那按照使徒行传的记载，保罗他并没有安排其他的时间去到罗马，那他是一直到他要上诉凯撒皇帝，那他才第一次以这个被告的身份这个原告的身份去到了罗马。那我接着看到保罗他为什么想要拜访罗马呢？他的动机，那特别在今天的11节到15节第一个是他想要来分享属灵的恩赐，第二个呢，他提到他欠了他们福音的债。那这什么是福音的债？是我们今天要读的这段的重点。好，那我们接着就请嘉玲来带我们来读第1章的第8节到第10节。第8节，首先借着耶稣基督，我为你们大家感谢我的上帝，因为你们的信心已经传遍天下。上帝知道我常常在祷告中想念你们，我全心全意侍奉他，传扬有关他儿子的福音。他可以证明我所说的话是真的。我恳求上帝按照他美好的意思为我开路，让我终于有机会去访问你们。好，那保罗一开始提到呢，他借着耶稣基督，好，所以
他为这些罗马的收信人感谢神。好，那不是感谢他们在他们的各行各业，或是感谢他们的学问好有多么样的能够荣耀神，而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好，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认识耶稣基督，才能够认识每一个人都是天父的宝贝。好，所以第8节继续说，他发现他认识的耶稣基督，使他认识的罗马教会的弟兄和姐妹，他们的信心传遍天下。那这个在和本翻成信德啊。好，那这个信心传遍天下呢？好，那信德意思就是他们在信仰上面的坚信。好，那他们不是因着行为或是因着律法，而是因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那为什么会有罗马的教会好在那个地方？好，那很有可能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好，那天下犹太人好来到了耶路撒冷。好，那在那边有3000个人受洗，后来又有4000个人受洗，后来又有这些的12门徒，好，那受差派到各地。那这个教会福音就跟着这些门徒使徒一路传，而去到了罗马。好，所以在罗马都有雅居拉和百基拉夫妇，那但是在后来他们被逼迫的时候才去到了哥林多。好，那但是呢，这福音已经在保罗的时代就已经传到罗马，即便他人还没有去到，但是保罗已经听到在罗马教会基督徒们他们的故事，而且是以信心信德，所以传遍天下。意思就是说，当保罗写信在哥林多的时候呢，他已经都听到罗马的故事，甚至更早在其他的马其顿或是在小亚细亚的时候，或许可能就听到了。好，那保罗呢，第9、第10节说，常常在祷告中想念你们。为什么在祷告当中想念呢？好，那和本说不住的提到你们。好，就是这一群人，可能保罗其实我们看到后面的16章就发现保罗认识的人还不少。好，那他在后面提到非常多人的名字，所以他并不是一个幻想或空想，而是真的有一群人，那真的跟他有见过面，或是有同工过。好，那保罗跟这一群在罗马教会的信徒呢，好，已经有至少可能不止一次同工的经验，好，才能够提出这么多人的名字。那甚至呢，他除了在祷告当中，他提到他所全心全意侍奉的神，传扬神儿子的福音，可以证明他所说的话是真的。好，那他说他对这群罗马同工的想念，好，那真的是非常想念。好，那有神来见证，而这位神就是全心全意所侍奉。好，这个侍奉的意思就是指在宗教礼仪上面，好，就是敬拜，好，或是服侍的侍奉。还有就是他传这个神儿子的福音，好，那就是这一位的神，可以证明保罗写在罗马书当中，对这一群在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用信心传遍天下，来跟随耶稣好的这样想念是真实的。第10节，保罗恳求神好能够按照神美好的意思来为保罗来开路。所以保罗不知道他能去不能去，但是他知道能去不能去的关键也是交在主的手中。所以这也是从我们要去到这个德国宗教改革之旅，好，也要按照着祷告来恳求神能够按照他美好的意思来为我们开路，让我们有机会去访问。好，接着11节到15节再请嘉玲带我们来读。11节，我很希望见到你们，跟你们分享属灵的恩赐，好使你们坚强起来。或者我应该说，由于你我的信心，我们可以互相获得鼓励。弟兄姐妹们，我要你们知道，有好几次我计划访问你们，可是总有一些事阻挡，不能成行。我的目的是要在你们当中领人归主，好像在其他外邦人当中一样。因为无论对什么人，开化的、没有开化的，有学问的、没有学问的，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我迫切地要把这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以上。好，谢谢。那保罗再一次把这个信的开头，这是一个8节到15节，好，可以说是一段的感恩感言。好，那这段感恩感言，好，就是拉近他跟收信人的这个的关系。好，因为他接下来后面要陈述的是一个非常沉重
好，甚至是一个非常震撼好的信息，但是为了怕一开始就让这个沉重的信息会让人觉得很有压力，所以保罗他也很有技巧性的能够在一开始先表达他热切对这群收信人想见面的心，还有为他们祷告的心，为他们感谢的心，称赞等等。那11节继续提到，他想见到他们有2个目的，第一个就是跟你们这一群在罗马的弟兄姐妹分享属灵的恩赐那和本说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分给你们。那这个分呢，有的人会说保罗身上带着各样的属灵恩赐，他去的就分一些这边分一些这边分一些。好，那这个分的意思呢，其实也就是分享的意思意思就是让人明白，其实神已经赐给我们很多属灵恩赐，并不是只有保罗来才能够分，大家才能够得到，而是每一个传福音、传圣经、传达上帝的话，只要去明白，就能够去领受得到这些属灵恩赐。所以我们要搞清楚，不是说保罗来分赐属灵恩赐，保罗没有来就没有属灵恩赐，而是这些传福音的人、传信息的人、传道的人，他们借着所传的信息和道，让我们能够明白属灵恩赐让我们能够分享，让我们明白。那这个属灵恩赐做什么呢？使你们能够坚强起来。那这属灵恩赐意思就是说不是帮助人骄傲起来，是要让人能够坚强。怎么坚强呢？就是要在信心上面来坚强。透过属灵恩赐的运行呢，并不是要使人骄傲，也不是要使人半跌只有他有，我没有那只有你们有，我们没有，不是，而是这个属灵恩赐呢，是要来见证所传的道，是要见证所信的神，要见证这个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神的计划，神的救赎已经临到。所以透过这样的属灵恩赐，让在罗马书12章提到各样的属灵恩赐。好，那我们可以哥林多前书12章也提到属灵的恩赐。这些恩赐呢，不论是医病的、讲方言的、翻方言的，好，那这都是要使我们能够信心更加的刚强，获得鼓励。所以这个是保罗去罗马的第一个目的。第二个呢，目的呢在14节，就是无论对什么人，开化的人、没有开化的、有学问的、没有学问的。好，那开化的人呢，在和本是翻成希腊人，那没有开化的呢，就是写未开化的人。那所以这是一个对照，好，希腊人对照哪里是没有开化的人呢？好，那其实未开化的人，就是说没有讲希腊话的人。好，所以这里现在对译本把这个希腊人拿掉了，直接讲成开化的。那开化其实就是说你会说这个语言的人，你不会说这个语言的人。好，所以并不是语言上的歧视，而是你使用这个语言跟没有使用这个语言。好，那未开化没有使用希腊话是指哪里呢？因为那时候透过希腊帝国欧亚非把波斯帝国亚兰文的使用语言呢，亚历山大很有技巧的就把整个希腊帝国的希腊语言推广到各个地方去。那所以呢，还没有推广到的呢，就是指西班牙那个地方，好，那就是欧洲的这个地级，所以这也是使徒行传所说的直到地级的那个地方。所以保罗在15、16章也提到说，他一直想要去到的西班牙，因为他欠他们福音的债。好，所以这个福音的债，为什么保罗欠他们福音的债？那这个福音的债的意思就是他有义务要来做这个事情。为什么他有义务呢？这也是使徒行传第9章，保罗被奉差遣做外邦人的使徒所以只要还没有信耶稣的，不是像犹太人，而是像还没有信主的非犹太人来传福音。所以这个地级就是到这个西班牙去，他能够迫切的希望把这福音传给你们，然后呢使你们，那这是保罗传福音的策略，因为罗马是一个比他现在所在的哥林多或是他的母会安提阿教会更接近西班牙的地方，他能够来到这里才能够传到西班牙，他需要罗马教会的帮助。所以这是保罗一个很清楚传福音上的策略。但是中间的13节说呢，弟兄姐妹们，我要你们知道，有好几次我计划访问你们了。所以保罗不是在写罗马书，在第
3次布道旅行的时候，他才第2次布道旅行的时候，他才想到说，第3次想到说他要去到罗马。在这之前，他就已经很多次计划好了。那保罗的计划，我们按照使徒行传来看，保罗计划呢几乎都是贯彻力、执行力非常的高。但是为什么不能去呢？因为总有一些事拦阻就是被拦阻，那就是并不是他自己的意思。那像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也有看到，因为气候的关系，因为要搭船的关系，因为要度过冬天的关系，甚至有的是犹太人来阻挠保罗，追杀保罗，从这个帖撒罗尼迦追杀到庇哩亚，一路追杀，让他一路来走到这个希腊雅典，甚至到了哥林多。所以很多的拦阻让保罗的计划，譬如说第1次布道旅行，他去到了这个居比路、塞浦路斯，那后来巴拿巴因为马可的事件，2个人分道扬镳等等，这些事情呢都不能成行。但是呢，保罗仍然期待，就是要在就是在罗马当中来领人归主，好像在其他外邦人当中一样。所以保罗他来到了哥林多写罗马书之前呢，他已经在第1次、第2次布道旅行当中，就是带领了很多的外邦人来归主所以保罗这段感恩的话呢，让我们看见保罗他对收信者之间浓厚的情谊，还有关心，还有代祷，以及保罗热切的盼望，他希望能够来到罗马，能够对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做见证，能够与他们同工。那刚才讲到16章有很多提到保罗在罗马教会同工的名字至少光提到名字就27个人一个教会当中能够提到27个人，那已经很不容易，甚至呢27个人当中就有10个是姐妹，是女性那所以这也是保罗跟罗马教会弟兄姐妹当中很重要的情谊。好，今天这段经文呢，让我们可以学习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有信心的主的门徒就能够吸引有信心的主的仆人。通常我们都会说这个有信心的领袖就能够吸引有信心的跟随者。但是罗马书呢，让我们看到一个倒过来的例子，就是保罗为什么罗马教会吸引保罗过去，是因为这一群人的信心传遍了天下，所以让保罗呢热切的盼望的希望能够去到罗马。所以同样的一个教会怎么样能够吸引一个有信心的牧者来牧养，其实就是这个教会要能够自己成为一个有信心的教会，有信心的会友，就能够吸引有信心的领袖。没有意向您就放肆。所以我们不是只有等待一个有信心的领袖来带领我们，那这样呈现出我们的信心只有到这里，而是我们先有这样的信心，上帝就会差派他的牧者来带领。同样不论是在教会当中，在各个地方一样，当我们能够展现出这样子的一个信心热情，而且呢能够不羞耻，不害怕，愿意不以福音为耻，那这样的信心呢是能够吸引到上帝的仆人而来。那第二个让我们看到呢，就是当保罗愿意让神来开路的时候呢，他就能够看见神美好的意思所以他常常在祷告当中恳求照神的旨意能够没有拦阻的到他们那里去但事实上呢，他写这封信之后他还要再过了一段时间才去到了罗马但是去到罗马呢却是带着这个犯人的身份去到罗马来软禁。不过还好，感谢主，让我们看到最后的保罗的教牧书信，提摩太前书、提多书、提摩太后书，让我们知道保罗在罗马监狱并2年就离开，而且呢他还能够继续在罗马来做工，甚至还有几年的时间可能真的就去到了西班牙，都非常的有可能但是重点是如果是按照自己的意思，那可能就会跟神在摔跤。但是如果能够愿意一开始就让神来开路，那说主啊，把这个事情交在你的手中，不论去不能去，都是有上帝的时间。但是呢，相信上帝的最后有美好的意思的带领，
有这样子的交托，就能够看见神美好的旨意。最后就是看到，即使有再多的拦阻，只要能够把福音传给人，都要尽力去做。所以保罗他可能前面有几次要去罗马计划失败，然后白费心力，可能1次、2次、3次，或许更多，但是他知道这并不是并不是他不能去，而是因为好事多磨，所以他必须要祷告再祷告，而且他要尽力去做，他有很清楚的目标。他去到罗马，他要做什么样的事情？他去到罗马，他必须要来完成什么样的任务？所以这也是整卷罗马书，保罗即便他人不能去，但是几乎把他所有要对罗马教会弟兄姐妹所说的话，通通写在这一卷书的当中。可见保罗他也尽力的去做这一切的事情，即便他真的这一辈子有生之年无法去，但是因为他写的这一封信，罗马书也已经完成他所要去的任务的大半段，所以当他真的去到罗马的时候呢，可能已经借由这一封罗马书，就已经把保罗他的心意，以及把他所要分享的这些的属灵的恩赐，都已经传递到那边，让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信徒的信心呢，能够倍增，在信上加信，力上加力，恩上加恩。好，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透过罗马书再次来思想，上帝你要使我们的信心能够像芥菜种一样不断的成长，让我们的信心能够长大，也能够让我们更加的有德行，让我们能够在各样的事上来反映出我们对神坚定不移的信，也让我们能够透过这个宗教改革，或是马丁路德在500多年前他们所做的信心的宣告，在今日仍然提醒我们要向着标杆来直跑，而不要被这世上的一切所迷惑，而让我们失去了对神的盼望。我们再次在待降节的其中，我们热切的期盼主耶稣基督的再来，而我们也要预备自己成为那聪明的童女、警醒的童女、预备好油的童女，来迎接主耶稣基督再来时刻。也让我们明白，我们都为什么欠福音的债，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白白赏赐给我们，我们也要白白的与人来分享。只要为了传福音的事情，我们都应该要尽力去做不论是在圣诞节当中，在报佳音当中我们到任何地方做见证这一切都是主所给我们的赏赐，给我们的机会，就让我们如同使徒一样，我们都应该竭力去做，能够尽心的去完成。愿主的话语与主的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天的当中也能够为主做美好的工。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谢谢陈牧师，谢谢牧师平安，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平安。平安，谢谢牧师。平安。你没有在我需要安静的时候给我独